来讲故事吗？还是先唱歌？这首歌叫《远洋》，是因为我爸爸是远洋渔船的水手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可以举手问我。没有看过阿布拉卡的歌，你可以举手问问题，很特别的。也是因为看到我爸爸很辛苦的为家里奉献，奉献他的大半人生都在外地跑船，然后写这首歌，也跟大家分享远洋。哎呦。